宜蘭陳菊紅一開始總日順感謝賴總統為了解決少子化衝擊，宣布推動年到18歲每個月補助5000塊育兒成長津貼，來詢問市府的態度。嘛進一步希望在台南財政許可之下，蘇科給受理後可以當加碼補助。對此，市長吳偉霆表示，中央和政策地方一定是全力配合，只是希望唔通淪為政黨選舉的操作。市長，我們現在總統提出一個對未來育兒有很大的幫助，就是0到18歲政府一起幫我們養。那本來是0到6歲，我們現在擴充到18歲，每個月5000了哈。那未來市長，我想這個政策是好的。對少子化的衝擊會有所幫助。那我們市政府這邊未來會不會全力配合總統的政策？我跟議員報告，先跟你報告答案了，一定會了。好，這是第一個國家的政策，地方政府會全力來支持，而且聽總統的講法，應該也是中央要實施。那地方政策在行政上一定全力配合，而且很重要的是。你也知道說，後來就有人做一些政治操作嘛，說什麼誰跟誰封啦，或怎樣誰實現。我跟您議員報告，許願容易啊，實現難啊。好，這個我知道啊。然後那個說話講這個說話容易，做事難。因此，這個我昨天對於有一些人做政黨，有一些政黨或有些個人做一些政治操作，我是覺得心裡面都暗笑。因為如果是這樣子，行共行牙，那還得了？因為總統應該是經過全面的考量。我想我知道，其實市長我們都知道。那我們一定會全力配合。不是講的人厲害，是後來實施人才厲害啦。對啊。另外，對台北爆發鳥鼠疫情，需要各縣市嘛陸續發起鳥鼠的威脅。對此，議員陳菊紅要求衛生環保相關局處面對漢他甲伊波拉病毒的全球警訊，一定要提早預防。希望市府做好病毒的檢驗，雖然鳥鼠無法度完全消滅，不過要控制數量，監控疫情。台南新聞軍局張碩維採訪報道。